帖撒羅尼迦係使徒保羅喺第二次宣教佈道嘅旅程當中，喺馬其頓省佢建立嘅一間教會。因為當地猶太人嘅妒忌，佢哋聳動咗有一啲城裏邊嘅壞分子，就發起咗一場嘅騷動，既針對保羅又針對教會。結果保羅就喺呢場嘅動亂當中咧，佢漏夜就離開。不過呢個離開就成為咗攻擊者嘅一個口實，就即係好似有難嘅時候，第一個就你喺度撇。所以保羅咧喺第二次宣教旅程都仲未結束，咁佢就好急急地就寫咗呢一封信。一方面咧就係為佢過去喺帖撒羅尼迦嘅服侍有一個辯護，同時咧亦都針對教會所面對嘅問題。咁啊，其中有兩個係比較特別嘅，就係帖撒羅尼迦人中間有啲係成日都唔做嘢嘅，就多管閒事。咁保羅咧係特別針對呢啲人咧，俾佢哋有教導。同時咧，呢間教會係特別關心主再來嘅問題，所以喺呢封信裏邊，保羅亦都處理咧主再來嘅一啲補充嘅教導。如果你對保羅書信有興趣，咁歡迎你嚟參加呢個課程。